子我已经查证过了，里面装的是他老伴的骨灰。按理说，老太太应该对那个盒子非常上心才对。但是今天白天的时候，盛夏一不小心打翻了那个盒子。老太太并没有太生气，反而要求李新月陪同她一起上山去撒骨灰。小天，你务必盯好了李新月，我呢马上跟当地警方联系，全力配合你。不用了，我跟他们约好了，我会陪同他们一起上山，我会盯好李新月。金小天，我提醒你，千万不要冒失的行动，知道吗？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。行，我明白了，挂了啊。早，央青奶奶早。早。新月啊，你跟我上这辆车吧。好。那奶奶，我跟小丁哥哥上那辆车了啊。新月，车上那个蓝色的包装的是药，这个红色的包装的是生活用品。好了。关照再多，吃药的人是我。交给我，放心吧。好。新月啊，我想听听你对古城策划的计划。那我路上跟您讲吧。好，您请上车。一路平安，丽丽。等你回来。好，拜拜。哟，今天天气预报显示有雨啊！哎，你说会不会下雨啊？也不知道丽丽他们进山的时候，装备带足了没有？楚总，你觉不觉得你这个婆妈程度已经赶上刘秘书了？有吗？有金小天这个孙猴子在，他们不会出事儿的。而且李新月这位大小姐那么机灵，不用你一天到晚把她当糖块一样，怕掉了怕化了，好吗？说的有道理。看来是我想多了，希望他们早点平安回来。董事长，前面山路车进不去了。那我们就走路上去。董事长，这山路越往上走就越难走，咱们要不要先定个目标位置啊？我怕这样走到哪儿算哪儿，是不是太危险了？央青奶奶，
他说的有道理，要不然咱们还是先找个地方吧。危险是什么？人这一生难免会遇到各种的危险，躲是躲不了的。我们只有克服它，它就消失了。你慢点。好，你慢点。喂，喂，楚先生，请您尽快到我这里来，有关会的相关事情，我要跟您沟通一下。好，好，我马上上来。好，夏夏，我有事儿先上去一趟。那你先忙吧。好。盛夏小姐您好，你好，请问您是？我是您忠实的粉丝，我姓胡。哇，哎，你好，你好。您好，您好。您是通过这次旅行认识我的吗？其实还要早一点，从您做直播的时候我就认识您了。那么早啊？是。现在不做节目了吗？哦，今天我们有些商务上的问题要解决，直播要晚一点。哎，要不然您关注我们这个栏目的公众号，到时候要播的时候会有推送。好，谢谢您的支持啊！我先走了。哎，盛小姐，我还有个不情之请。怎么了？我能为您拍个照片吗？哦，我相机都准备好了。你看，这哈苏呀？是啊。行，来，我们就以这个为背景，好吗？好嘞。好，盛小姐摆个 pose。好，再换一个姿势。好极了。我看看。哎，你看。第一次拍这个相机。你看多好。哎呦，真不错。哎，你把这相机给我看看呗。好啊，这个是我的位置，咱们就坐在这儿看。这真沉，用这个看回放。你看，拍的多好。这是那个 H6D 100C。400C。400C，妈呀，这很贵啊！这得25万吧？是。哎呦天，这不紧张。哎，你教我怎么用的？盛小姐应该是摄影爱好者吧？我不太会，您教我。我觉得自己摸索一下，完全不了我这个。那你追我，快追我，小哥哥！没事吧？没事吧，金娜？没事儿。但是小天哥哥，你要是想多关心我一点，我可以再多摔几跤。你总是疯疯癫癫的，你能不能像新月一样稳重一点？我没有啊，我啥事都没有。你看，好着呢。他就是生活太优越了，没有经历过什么磨难。我为什么平白无故的要接受磨难啊？那不是自讨苦吃吗？磨难可不是自讨苦吃，磨难是让你做好准备。当你遇到不测的时候，你知道怎么面对它。小天哥哥，我们去那边看看。怎么样，盛小姐？现在你学会操作它了吗？
哎呦，我现在就是会这按钮怎么按，学不到精髓。您什么时候有空教教我？当然可以了。您看你这光调的，这真……哎，任何一种技术都是久练久熟的，你多操作几次，自然就会熟悉了。朱先生，这里一定要做强化的手术。现在这样看来有点太笼统了。那等会儿视频会议的时候，我希望你附加一个数据表，这样的话就比较具体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好，那我们再往下进行。哎，那边是茶马古道吗？新月，你给我说说茶马古道是从哪里经过的？董事长又在考我了。没记错的话，茶马古道的路线应该是从云南的普洱到大理，再到丽江和香格里拉，最后到西藏的拉萨。那茶马古道是干嘛的呀？就是很久以前马帮跑生意的路线。就是当年你爷爷跟着马帮出发，到了我的老家。那马帮岂不就是中国的牛仔？哇，酷啊！你看那些鹰为什么一直跟着我们呀？缇娜，你还记得吗？那年你爷爷和我带着你一起去美国的西部，天空上也盘着这些老鹰，他就是告诉你，如果你放弃了，没有信念了，它就会飞下来把你吃掉。啊，这么恐怖啊！那小天哥哥，你得保护好我。年纪奶奶，我们接下来怎么走啊？这条道我已经认识了，我们翻过那前面的山头，那就是我们要去的目的地。那咱们抓紧过去吧。好。奶奶，还没到啊？还要绕？刚才不是说到这就可以了吗？你是不是腿不舒服啊？拿着它。我不，我让你牵着我。啊，慢点。盛小姐，怎么没有见到你们团队其他成员呢？他们起特别早，一大早上山去了。我反正特别懒，我懒得跟他们去。直播是不是很辛苦啊？最近还真挺辛苦的。干哪行都不容易。今天非常高兴能有这么长时间跟盛小姐交谈，可是时间不允许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是不是耽误您时间了？没有，特别希望下次还能见到你。好嘞，也期待你的新节目。谢谢您的支持。好，好，那走了，拜拜。
先介绍一下参加这次会议的，还有这位楚先生。大家好，我是楚之汉。那关于这一次的项目的所有的计划，我们都已经发过去了。报表这块的话，最快明天可以给到你们。还有就是下半年的总体规划都在附表里面。刚刚呢，我跟这位楚先生已经沟通过这个问题了。我们继续吧。可以了是吧？找到吗？哥，我都找了，真没有。他会藏在哪儿呢？楚先生，这是陈姐让我给您熬的梨汤，您喝的。好的，谢谢。喂，爸，刚才我在开会呢，什么事儿？没事儿。那个李叔叔你还记得吗？就是那个做艺术品投资的大老板。对了，我前几天跟他见了一面，他对你现在搞的那个旅游的 APP 特别感兴趣，他还夸你说你搞的那个直播房车策划的非常好。真的，爸，我就说我这个项目很有商业价值吧，我的眼光没错吧？他有意向投资你的公司哦。好啊，那这样，这次旅行完了，我就第一时间飞回来，我跟他细聊。那倒不用，他跟我说呀，他看完你们的直播，他觉得什么都满意，只是有一点小小的不太满意。有什么要求他可以提，我们可以调整的。就是那对情侣，他说如果说能换成他选的人，这件事儿他马上拍板。爸，这算什么要求啊？我们是一个团队，怎么能中途换人呢？志涵啊，在商言商，如果你真的想做生意的话，投资人的建议你必须得听进去啊。爸，他们是我选的，我们一路上同甘共苦走过来，我怎么能因为一点钱就抛弃他们呢？这种事儿我干不出来。再说了，他们的表现都非常优秀。马上要到手的机会，你愿意眼睁睁的就这么把它放掉吗？如果投资是以团队的完整性为代价，这个投资我宁可不要。志涵，爸，你别说了，我还有别的事儿，先挂了。小金哥哥，你慢点，我真走不动了。坚持坚持吧，啊！要不你背着我走吧？哎，怎么了？董事长，他好像坚持不住了。没事吧，缇娜？
你又怎么了？我不行了，脚疼。我看看伤到哪儿了。疼！你怎么不早说呢？我不是怕你又说我不坚强，骂我吗？坚强不是逞能，你呀，平时就是缺乏锻炼。董事长，要不我背着小姐走吧？不用，你带她下山吧。是。奶奶，我不能。再带她到医院去检查一下。跟我下山。小天哥哥陪我一起。你们4个全力保护董事长。是。小天哥哥。哎，听话。啊。小天哥哥。哎，你等一下，拉链没拉好。小天哥哥。好，慢点啊。小天哥哥。阿西，哎，拿下包，我去上个厕所。好，你快点儿。啊。楚哥哥，你猜我今天早上碰到谁了？谁呀？你这儿还有朋友？是我的一个粉丝，还是个特别有气质的大叔。楚总，你能不能有点反应啊？你知不知道粉丝是我们直播的生命啊？你提起点重视行吗？哎，你听见我说话没？我听着呢。像我们盛夏大小姐，貌美如花，别说是粉丝了，就算不是粉丝的男人，见到你都是想要迫不及待认识你的。那当然。只可惜啊，有些人身边的美好和精彩就看不见。哎，来，吃块肉，吃块澳门烧肉。盛小姐，哎，说曹就到了。哎，楚哥哥，这是我刚跟你说的辉哥。这位是楚总吧？您好。你好，叫我凯文就可以了。请问贵姓？免贵姓胡，我可是没少看你们的节目，长了不少知识啊。您是过奖了，我们这个节目也是第一次尝试，有很多不足的地方，还得多提宝贵意见。哎，客气。方便的话一起吃吧。方便吗？方便，特别方便。来吧。喂，老爹，我跟你汇报一下。我现在的位置呢，离我们早上出发的地方前行了差不多12公里，海拔提升到2500米，但是在半路上那个叫蒂娜的女孩脚擦伤了，担心感染破伤风，杨静老太太让2名保镖把她护送下山打针去了。他们很有可能借机接头，所以我就把我的追踪器放到了蒂娜包里，我选择继续跟老太太前行。红队，目标移动中。好，小天儿，干得不错。这边就交给我们了。但你后边有什么打算？老太太最终的目的地，离我现在这个位置还要向西南海拔提升1000米左右。等到了目的地，我再联系你吧。我跟他们说我上厕所过来了，我得赶紧回去了。记住，支援就在你的附近。我相信你的随机应变，但是必须要保证自己的安全第一。是，明白。楚哥哥，我跟你说，辉哥可是一个可厉害的旅行家和摄影家，他拍的照片可好看了。不行，随便拍拍。真是太巧了，我也很喜欢摄影，有机会咱们可以切磋切磋。好啊。哎，辉哥，你把你的相机给楚总看看呗。好吧。
哟，这应该是400C 吧？看看，楚总果然是见多识广啊。哎，我就知道你们一定会成为摄影上的知音。这个相机，反正我当时是认不出型号。胡总，我可以欣赏一下您的摄影作品吗？随意。哟，这张照片是南迦巴马峰的雪峰顶吧？我看看。这张照片啊，可是我们摄影界晋级的必备考题之一。是吗？哎，其实这些呀，都入不了专业的法眼。但是我拍这张照片，那可以说是九死一生啊。九死一生？什么故事啊？说说。当年说到这个南迦巴马山峰啊，我可知道一些。它坐落于川藏交界的雪山深处。据说啊，是藏族战神格萨尔王流落在人间的宝刀刀鞘，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神山。它的山顶常年被云雾笼罩着，轻易不露出来。楚总说的对啊，当年我去川藏公路的时候啊，天气非常恶劣，我就为了拍到南迦巴瓦峰啊，在那个雪窝里边蹲了3天3夜，这才等到云开雾散，宝剑锋芒露出来，我才抢了这么一张。哇塞，这也太传奇了吧！是不是好厉害啊，楚哥哥？是啊，说实话，我也去那儿拍过，但是我的运气就没有胡总那么好了。我当时去的时候天气极为恶劣，暴雪不止，我在雪里面足足守了24小时，愣是空手而归，啥也没拍着。哎呀，楚总啊，人家是贵人，当然事情多了，哪像我们这种闲散人士能在那儿蹲3天3夜呀？嗨，您谦虚了。哎，对了，怎么今天这一整天都没有见到团队里那2位主创啊？他们有任务出去了？嗨，什么任务啊？他们俩就是出去玩去了。啊，不是，小天和丽丽认识了一位本地的老奶奶，他们今天陪老奶奶上山还愿去了，该回来了。那就难怪了，也许直接就在外边露营过夜了。那不会，我们这个团队很守纪律的，就算是再晚，也得回来睡觉。哎，这个小天儿一路上可没少帮丽丽平事儿，这还是一个挺有担当的人。他日常生活里也这样吗？他平常大多数时候特别不正经，特别讨厌。但是要真遇到什么事儿啊，其实有时候还真扛得住。就这个旅行里边出了什么事儿啊？那当然了，我跟你说啊，有一次没出什么事儿，我们这都是小事儿，不足挂齿。哎，胡总，吃吧，吃。好，尝尝这鸡蛋。我们到前面坐下来休息一下，喝点水吧。好，那我们就歇会儿。好，把董事长的那个小椅子拿过来吧。好，慢点，拿点水来。幸运，你看，这个野梅子是可以吃的。真的？啊，这种可以吃啊？酸啊。还是50年前的老味道，真甜。我记得我第一次吃梅子的时候，是我老伴儿亲手摘给我吃的。对不起啊，杨金奶奶，都怪我们不好，冒冒失失的把爷爷和姑姑都撒了。没关系，
和你们相识，真的是缘分。我要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在我生命最重要的时刻陪伴着我。好，谢谢。谢谢，感谢二位的盛情款待，那我就告辞了。我们也走了。好，今天跟辉哥聊天真开心，我也是。这样之后还有机会。那当然了，以后我再跟辉哥学习学习摄影方面的技术。哎呀，那是我的荣幸。哎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在这儿露营吧。辉哥，下回有什么好的景色介绍给我，咱们一起去拍。有机会继续跟你们聊。哎，缇娜小姐，你怎么回来？你脚受伤了？哎呀，我在上面一不小心就这样了。小天哥哥紧张，我就非让我下来。那丽丽他们呢？他们还在啊，他们还得一起看日出呢，但我都不在了，好烦呢。缇娜，你这脚没事吧？是你们认识啊？啊，我来解释一下哈，我们公司呢和央金女士的公司有生意来往，同时呢，我也是爱的旅行的忠实观众。这不刚才还跟二位一起讨论旅行的事儿呢吗？哇，这么巧啊！原来是这样。缇娜，你奶奶他们确实要在山上过夜吗？这样怕不安全吧？需要我帮忙吗？不用，您放心吧，我奶奶身边有一大堆的助理呢，而且还有这个，你看，卫星定位，一看就能看见它在哪儿，是不是很高级？现在这高科技真是太方便了。哎，你这脚可得好好休息啊。你们先聊着，我告辞了。好的，再见，辉哥。好，拜拜。拜。缇娜，你们在山上怎么样？丽丽她能够爬山吗？哎呦，什么不能的？我跟你讲，她过得好着呢。我奶奶现在都不知道到底是我奶奶还是她奶奶。哈，你这个脚受伤了，得好好休息，赶紧回去吧。拜。辉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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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导航地址，出发。好。我们挺好的，多谢关心。白天一直在赶路，没有注意。
山上不比城里，昼夜温差大，别大意，多穿点。杨静奶奶，您可以跟我们讲讲您跟爷爷的故事吗？是啊，跟我们说说呗，我们帮你保密。好，我说说。我是藏族，他是白族的。那时候我只有16岁，他才不过18岁。当年跟着马帮走茶马古道，经过香格里拉，第一次遇见的时候，我正在河边洗衣服，他牵着一匹红色的马，英俊的就像太阳。我们两个人双眼对视的那一刹那，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。那时候我就知道，他就是我要找的人生挚爱。好浪漫啊！然后我就跟着到了他的家乡。奶奶的爱情故事好美啊！孩子，你心中有爱，身边也有爱，只是你不敢爱，或者你不知道那是爱。你的心锁着门，不让人进去，那就是你的问题。奶奶怎么说上我了？那您打算用什么方式跟爷爷告别啊？明天太阳出来的时候，我要陪着他看最后一次日出。我们陪您一起去。董事长，帐篷和睡袋都准备好了，应该休息了。嗯。老了。哎呀，熬不住了，我去睡了。好，您快休息吧。晚安。晚安。怎么样？困不困？不困。我也是，这个点我一般睡不着。